嘛，甲这个街道吼，要来个过一个圆满的结束。喜气洋洋，良时吉利，也是咱农历的3月22日，全台平安喜，伫咧这所在特别来甲恭祝咱飞行宫，咱的天上圣庙圣诞千秋。再次感谢严干咱本庄所落下众地主，带动咱的全家福，男女老幼大大细细，特别甲咱恭祝咱一年一度天上圣庙圣诞千秋，特别甲咱举办咱精彩平安喜，伫这所在甲咱过一个圆满的结束。最后祝咱大家会当一帆风顺，力量天飞，三阳开泰，事事无灾。我福临门，日日大顺，吉星高照，北方来财，求保连顶时传是美，百事可乐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互你大家过转去全家福，会当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事到步高兴。最后祝大家当身体健康，拜拜。再有咱啦，其他委员再相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。